新闻要来讲医疗消息，同时要提醒咱乡亲爱随时注意咱家己身体健康甲变化。讲这个金曲歌后詹雅雯讲起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，伊今年才54岁尔。这个消息好，真侪歌迷朋友拢真着惊，嘛真唔甘。去年9月份，甲这个詹雅雯伫小巨蛋共台唱歌，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听到这个消息嘛，感觉真艰苦。经过了解，这个詹雅雯伊倒病的脑已经萎缩啊，当时伊38公斤。去年9月，詹雅雯伫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佮邀请陈时中。迄当时看起来拢真正常，想袂到无到一年，詹雅雯的面册出现震撼大。证实家己得到帕金森氏症，消息一出来，互大家拢惊到。捌做会唱歌的陈时中听到了，讲会去看詹雅雯。另外，好朋友柯尚德其实早就知影詹雅雯的病情，除了唔甘，嘛替伊加油。以我一个朋友立场啊，你知道我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都会跟他讲，就是说，我觉得 OK 啊，活着是考验，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个时候，你还更严肃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它不是更沉重而已嘛，就是困难你都有去面对。根据了解，詹雅雯倒脑中度萎缩，38公斤，只是这54岁詹雅雯也真少年就得到帕金森氏症，神经内科医师讲，我们要在生活中找到什么样的饮食的因素啊，生活工作压力的因素啊，睡眠啊，一些家族性的因素。好，所以如果是年轻发生的帕金森，其实我们要去寻求他是不是有同样症状的家人，或是同个家族有遗传关系的这个成员。医师讲，帕金森氏症有可能因为遗传得到，建议有家族病史的人会使定期接受身体健康检查，早一步掌握家己健康的资讯。